台南市有几个民间团体伫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因呼吁公司台企大总部着爱刷对起成功大学，结合在地学术加文化优势，进行产业加学术的合作。台企大也表示讲，目前无总部要刷入南的计划，不过也正在规划要筹备南部制作中心，南部的地点也拢伫咧考虑当中。恭喜台企大！台南市议员甲台文界代表发口号，邀请公司台企大甲总部迁徙来台南。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郑伟文表示，台南会当讲是台企文化的首都，公司台企大总部若徙来台南，对推动国家语言的发展有真大的帮助。台文系边啊，这本来就一个空地吼，是这大来有定地，这个所在，那会当甲几个公司大家规划这时阵呢，会当促进这个产学合作啊。学校佮甲咱这产业界，会当共同来合作，爱当培养新的这台语的这人才。受到邀请来参加的台语文学团体代表，拢认为台南是全国发展台语文化上久的所在。台企大总部若设伫台南，会当提升台语文化的保存甲发展。台南市文化局嘛讲，进前市府就邀请公司落南来会勘，即马城大嘛愿意提供土地，因认为无其他城市的条件会比台南更较好。若是要讲。什么腔拢无重要，但是伫人口的比例内底，台语台应该是设伫台语台较生活、有较接近的所在，这就是南台湾，尤其是台南。我相信黄市长也是新闻处也是文化局，我拢绝对从咱在座这前辈甲议员，咱共同来推动，希望讲早一日。互咱这公共电视台、台语台，包括语言发展中心，拢会当落脚台南市这个所在。台南各界是真期待，不过公司台企大表示，总部若要迁徙去下港，毋是台企大各方面会当决定的代志。你若整个台企大迁去南部吼，不管是多一个所在吼，这是应该是国家的政策问题，这毋是讲我台企大决定，吼，甚至讲嘛是爱当时爱有讨论过。目前台企大是无这个计划。虽然也无迁徙去南部的规划，不过台企大伫台北开大了后，接到真侪南部的民众反映，因讲较罕有机会，嘛较无方便上北去参加节目的录影。台企大已经争取到2000万的预算，筹备南部的制作中心，地点包括台南、高雄、嘉义，拢有考虑在内，不过也未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